喉嚨乾癢咳不停。呢款秋梨枇杷蜜真係救星嚟，天然配方，精選藥食動原材料，溫和不易上火。馬伯良秋梨枇杷蜜300毫升，專治喉嚨痛同乾咳，天然成分潤喉一流，口感佳，甘醇蜜味，順口易服，老少咸宜。純正蜂蜜，天然滋潤劑，每日1到2次，每次1到2茶匙，直接服用或溫水沖飲，遠離咳嗽的病狀。香港必買原因，老字號配方夠正宗，仲要係本地製造，品質有保證。每次飲完喉嚨即刻舒服晒，仲有陣陣梨香，飲落甜甜地好易入口。想試真啲，元朗樂城大藥房就有得買，快啲去入貨啦！我在樂城大藥房等你們。